啥啦？咱中国的18落来，我是恁去看书的啦。咱若以西方的落汉16落汉，也无18下，咱中国的落汉也18落汉。但是18落汉呢，为把娘母地甲治国，毋是济国无听好，治国也变做18落汉，对啦。要嘛有甲这个济公哦，甲的是呢，咱的老祖师过辈为上变做人，安尼叫18。哦，要嘛有甲这个做的时候，达摩哦，甲的是呢，报辈为上，甲两个大家，所以叫做18落。要嘛，搁咱中国搁加一个衡量甲服务，安尼18落。哦，所以这个18落汉，这是后壁个天的啦吼。这到底证明安怎这佛法嘛？安尼佛法毋是过去的哦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咱各位要来研究这个中庸，这是真正天下之大本。哦，这是咱的本体，中就是咱的本体。哦，所以咱若会当真正认识到这个所在，咱修学道，你就袂离开这个本体去。要若无离开本体啊，吼，离开本体好不好？离开本体好不好？好咧吼，因为佛法时间到啊啦吼，将来今日大家来研究这个中庸，得到一寡心得。这个心得得到了后，爱真正来脚踏实地，照安尼去做。修行毋是用嘴讲，是爱脚踏实地。哦，安尼啦吼。我遮拄看到这个地理啊吼，美丽啊，感谢你你爱送我安尼目镜，所以我就要开始买目镜，谢谢。就咱大家欢迎相伴，感谢。